球場嘅情況再加埋呢種天色，哇！真係可以用足球天堂嚟到形容㗎嚇。無論喺咩地方，喺咩角度睇，今日都真係 perfect 啊！球場嘅氣氛咧非常熱烈，呢啲情況之下咧，球員都會更加把勁㗎。係時候啦！巴塞隆拿對馬德里呢個位試下落腳，一腳靚波啊！朗奴亞拿奧祖即刻有所反應啊！艾利加西亞企啱位，接得好好啊！波喺尼馬腳下啦。球隊嘅英雄、入球王、勝利者、救星呢啲咁樣嘅形容詞咧，都啱嚟形容明基斯坦奴朗拿度起腳啦！喺重要時刻出現咗一個世界波，帶上咗隊長臂章，梗係要以身作則啦！呢個入波咧醒目啦！現代足球咪就係咁咯，唔係淨係企喺度睇嘅，要埋去搶嘅。馬德里先拔頭籌，哇！觀眾席啲熱度啊！又高咗幾度啦！斯朗拿度、巴力斯圖丹，好波，有機會射啦，唔錯啊！試下射啦，冇得彈啊！呢球啊，直頭如有神助咁啊！哇！真係順到咧，阻都阻唔住啊！可以話係相當乖巧嘅一球，我就真係同情個龍門啊！佢俾後衞擋住咗個視線，見到個波都太遲啦。睇嚟係踢得越嚟越順喎。嗱，情況就改善咗唔少噶啦。雖然上一個入波嘅時候咧，其實都可以咁講啊。斯朗拿度踢啦，追波啦喂！林米尼耶馬，斯朗拿度啊，攞到波咯喎，可能有機會啊！斯朗拿度救得好，朗拿度都唔知點樣先能夠入到波啊！馬德里今場第一個角球，亦都係成場波嘅第一個，靚就唔係幾靚噶啦，不過啊叫做達成目標，射門。過程就唔錯啦，可惜個結果咧就唔多理想。亞歷山大阿諾特個樣好似好失望咁，唔通真係諗住會入？唔肯過你啊！哥斯達古達、洛迪卡斯簡迪、東尼亞當斯喺右路突破得唔錯喎，而家又點呢？咁大壓力都解到圍，尼馬起腳啦，完全唔收油，睇落咁容易嘅，對方連燈尾都望唔到啊！哇，呢個波啊 curve 得靚喎！場波踢到而家咁啊，真係好肉酸嘅，莫講話踢啊，睇嗰啲都唔開心啦，係咪先3-0啦，呢場波越嚟越一面倒啊！馬德里喺上半場踢得唔錯，半場休息咧，相信可以放鬆下啦。羅伯利雲道夫斯基解圍啦，傳去側翼嗰度，有機會突破。呢招幾靚幾靚啊！尼馬起腳啦，整多腳。入咗啦！大家俾錢買飛入場，咪就為咗睇佢咯。球壇巨星再次啊綻放光芒啊！佢啊真係夠晒機警啊！
嗱，有啲球員就係有呢種直覺啦，喺合適嘅時候出現喺合適嘅地方。帽子戲法啦！哇！喺龍門口佢真係玩晒，呢場波嘅 MVP 肯定係佢啦。好似大人蝦細路咁啊！個形勢好明顯就偏向咗一隊㗎啦。問題就係仲可以入幾多球嘅？起到腳啦！球證吹雞，咁啊話上半場完嘞噃，真係發夢都估唔到啊！嗱，佢哋今日呢啲表現就話俾你知兩個字：完美。馬德里真係順到咧，呢場變成一面倒嘅賽事啊！Substitution in progress. 兩隊開始下半場嘅賽事啦。馬德里喺下半場就執咗個陣噃，睇下有冇效果。艾力加西亞，哇！大爆起腳，過晒龍啦！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斷咗攬咯，原本一開頭啊，組織得好地地嘅。柏迪爭贏咗啲下啦。馬德里半場換咗人啦，睇嚟都係戰術上面想有啲調整啦。喂，咁半場好換人啊！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醒喎，柏迪拉分下俾落尼。巴迪真係幾中意佢啲動作啊！睇下佢可唔可以揾到空位先。呢個波啊歪咗。我個同行話齋，超級大傻仔啊！我諗係講佢啦。巴塞隆拿第一次換人，呢個時候換啲有氣有力嘅球員入嚟都好啱數嘅。巴迪要加速啦！拉分下俾洛尼，加維，哇，好波啊！俾落邊呢就俾得好好喎，將個波送上前先。迪奧高哥斯達想喺側翼接波，馬德里有需要嘅時候咧，可以換下啲新仔上場啦嚇。尼馬攞到波咯喎，好波，有空位俾佢啦，有機會射啊！射失咗。嗱，雖然呢個波唔入咋，不過反擊咧好明顯係佢哋呢隊波嘅殺手鐧啊！再換多個人。比賽嚟到尾段啦，可以叫做呢下救命啦！做得好啊！尼馬位置唔錯噃，唔想犯錯啦佢。射佢，可以去慶祝啦！觀眾等緊呢一刻啊，佢冇辜負到佢哋嘅期望。冇計啦，職業足球啊，梗係冇同情心噶嘛。馬德里狀態大勇啊！巴迪、柏迪拉分下俾洛尼。C 朗拿度攞到波咯喎，諗盡辦法去阻止佢啊！領隊都鬆口氣啊，因為呢啲反擊咧隨時輸死人嘅。傳得好靚啊，講得好，最少暫時可以鬆口氣先。加維、帕奧古巴斯、加維。巴迪拉分下俾洛尼，有空位啦，補時補4分鐘。
迪奧高哥斯達。呢一個係最後一球，十足十完美嘅表現。結果當然亦都唔使我多講啦。朗拿度今日對球隊嘅貢獻